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高高讲客家我是民族。今日的民族来到南庄老街一道边的南庄是一个融合各国族群的好所在哦。今天我们要找一位小姐叫英华，来到一道边自己手做 DIY 电炉做的带在去哦，同俺来你看呐。哇哦，一进来就看到好多手作商品哎。这个啊，猫头鹰 （Miltail 雕）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单字哦。我已经看到英华在旁边了，我们来去找她吧。然后压下去。Hello， 英华老师好，小朋友你们好。哇，你们在做什么啊？我们在做客家御守，里面呢放着猫头鹰的祝福呢。为什么要放猫头鹰在里面当祝福呢？因为猫头鹰呢在山里面呢，晚上的时候会发出有点像山里面传出那种幸福的声音，所以把幸福放在里面。那今天姐姐可不可以教你们讲一个猫头鹰的客家话，好不好？它叫做 Miltail 雕。Miltail 雕。你们做好这个御守啊，是不是会给人家当成礼物带回家，对不对？客家话的讲法就是叫做电炉。电炉没有错，就是电炉讲得很好。接下来呀，老师，我们来挑战讲一整句的客家话。这句你学起来呢，一定也很实用。在这里可以自己手做礼物。第二位做的去家做电炉。第二位做的去家做电炉，很厉害了耶！今天呢，我们去跟这个英华老师学做手做的祝福，可以自己做礼物带回去送给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我们今天认识了新的词，一起来复习一遍吧。来看第一个词就是猫头鹰 ，Miltail 雕 ，Miltail 雕。第二个呢就是礼物，电炉，电炉。第三个，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在这里可以自己手做礼物。第二位做得起家做电炉，第二位做得起家做电炉。你们都有学会了吗？下一次记得去南庄的时候，别忘了也去找英华老师他们手做自己的幸福御守吧。我们下次见喽，拜拜。